要刷转来，即国内台中呢有一个查某人伫咧赛车赛倒退时阵哦，无细力启动着边仔即机车，伊说拍算要来绕跑，一个路过即个民众发现，好心甲伊提醒，毋过即个查某人还是直接离开现场。民众就将即个查某人的车牌号码甲伊记落来，并且咧写一张字条啊，提醒着即个机车的车主讲，就是即台车弄着你的机车，机车车主摕着即个字条啊来报警察，警方即马嘛被依法来处理。 监视器翕到白色的轿车当咧马库，想袂到无张持启动就停伫路边的乌多摆，嘣一声，家伫咧顶仔骹的两个查某囡仔吓惊着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咧？紧回头来甲看，这个出代志的驾驶就是这个负责人，伊想要甲乌多摆甲扶起来，毋过相当扶袂起来，加在有过路人来甲斗相共，才甲这个乌多摆甲扶起来。毋过这当阵，这个负责人却想要绕跑，倒车时不慎撞到路旁重机车。 他有下车并将机车扶起后，他就驶离现场。这时过路的人好心甲提醒讲，应该都要报警处理才对。不过这个负责人无要听，家己开车就绕跑去啊。这时民众就随甲这个负责人的车牌号码甲抄落来，佮写一张纸条来提醒这个乌多摆的车主，讲就是这个号码的车去甲你弄到你的机车。等这个姓地乌多摆的车主来看车的时阵，看到伊的乌多摆规个侧甲拢是伤。 我摕这个纸条来报警。取车时发现他的行李箱已经打开，他以为那个遭小偷窃取。忽然间，他发现车厢里面有一个纸条，里面写着：“你的机车被一部自小客撞到。” 之后，身心车主马上报警。事后，警方嘛找到这个肇事的46岁姓陈的负责人，伊既然背回讲，伊会走去是因为迄当阵，这个过路的人对伊的态度甲口气无好，伊才会安尼弄着无要插人。这是伊家己绕跑去，搁要来牵拖别人。警方除了对这个负责人甲开发以外，嘛来吊销伊的驾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